再来看，在2025年金门厦门收水的活动原本是7月26要来举办，也毋过即马金门县府煞讲无法度继续办啊。原因就是咱的中央无核准中国人员用专案来入境，所以这个活动是确定办袂成。 喇叭拔落去，100位收水的选手做伙冲向大海，这个画面真壮观。但年金夏影道拢会吸引超过200位中国选手甲教练去金门挑战这个海口，是金门逐年重要的活动。不过，原底7月26要办的2025年第13届的金夏影道，金门县府昨日宣布无法度办。今年是由这个陆方主办哈，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负责协助接待。 那重点的话，是因为它是从海上入境的，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入境的这一个许可，必须由中央来发给。那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一个入境的许可。 县府水平按照规定，中国甲人员专案入境需要向教育部体育署提出申请。县府分别伫5月28、6月20函送审查。不过，这个案无得到核准，也是驳回，无法度完成证件申办的作业，所以受水的选手也无得到专案入境的许可，影响大约200名的选手甲100位的行政人员。 我们都希望是可以用体育的交流促进正向互动啦，经由我们的努力。 可能会让这一个活动它的一个样貌更有不一样的一个展现。县府的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6暗时海映之夜，27个海上长影行程，拢无讲到金夏影道的活动。不过县府也强调，7月27举行的金门海上长影活动，体育署已经批准金门县体育会申请，允准部分中国人士以专案入境的方式参与。未来若有新增加申请案，也会送去教育部审核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